跟各位报告，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。这个观念，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建立起来，面对的无常，我们呢不恐惧、不慌乱，我能够安然自在，就是因为你有念佛。我们知道念佛是阿弥陀佛救度念佛的人，我们既然知道，就是一定要有信心，而要精进念佛，因为念佛是往生的正因。如果你心中有在念佛，阿弥陀佛永远不舍弃你了，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保障。我们人有一天一定要舍报往生，在面对的无常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信佛，一定是随你个人的善恶业开始流转。你想要摆脱，不可能的；你想要脱离吗？那更不用说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生死可怕，但是如果你有信佛，以后未来充满了一片的幸福快乐。有一个人呢，到医院去做身体检查，几天以后呢，他报告出来了。医生就告诉他得了癌症，只能再活3个月啊！他听完了之后相当沮丧啊，于是他辞掉一切的应酬，静静的他待在家里面。此时他才发觉到家里原来是那么的温馨啊！走到屋前的小溪，发现那个溪水啊潺潺流声，是多么的悦耳的乐章啊！小鱼不断的跳跃出水面，去捕捉那个蚊虫，那个姿态是多么的美妙。河边的小草绿油油的，努力的往上来生长着，充分展现了它的生命力啊！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么美啊！感慨着自己以前怎么都没有好好的用心去生活，去体会。如今生命将接近尾声了，一切都太慢了，结果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哦。医院又来了一个通知啊，告诉他啊，抱歉，资料弄错了，他并没有得到癌症啊！这个人呢，自己觉得有被愚弄的感觉，于是他跑到医院向医生理论了：你为什么要骗我只能活3个月呢？医生很无奈的向他赔个不是，道个歉。他说因为资料的错放所产生的，摆错位置所产生。当他很不谅解的追问着医生最后挤出一丝的苦笑了就反问他说了：你一直指责我骗你只能活3个月，请问你自己又怎能保证你自己能再活多久呢？他被医生一直问了，竟当场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人生是无常的，你看不雨花自落没有下雨，但是花它会落下来的。无风絮自飞没有风，但那个棉絮会自然就飞起来。只是我们常常忘了这个大自然的这一种消长的法则，而以为自己是长久不变的，你能主宰这一切的，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。环境在变，你的身体在变，随时都在无常之中。有人去请教一位禅师，他说：师父你潜修佛法那么多年了，是一位得道的高僧，你能告诉我将来会怎么样吗？禅师呢就淡淡的回答道：你将来一定会死的。这样的一段问答了，看起来好像很可笑，但任何品学都不能否定这个事实。很多人终其一生只顾在人生的舞台上争权夺利，却忘了自己终将会死掉。如果他能体会出人的生命只在呼吸之间，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，一切都只是暂时借给我们使用罢了别忘了，
这个世界我们只有使用权，并未拥有所有权。也许你就会去学习，假如我只有3个月的生活，那么我要怎么样去过日子？那时候你就会做很充实的去安排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就知道一心要投靠阿弥陀佛。我只要把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紧紧的、很牢靠的念在嘴里，想在心里。我念佛，我知道阿弥陀救度我，我心里不恐慌、不慌乱、不紧张，因为我知道我一旦离开世间，我有一个美好的归宿，所以我不会害怕。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呢，依依难舍，紧张的要命，牵肠挂肚啊！他跳脱没有办法，他要随业流转，开始6道轮回，很可怕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我们知道生命这么短暂的这种时间里头，我们应该要找到一个人生的方向，以后能够投靠的那个地方，有一个能够救度我们的这么一尊佛。你要能够打从心里面感恩欢喜，好好去称念，那未来你的日子充满幸福跟快乐。师父借这个因缘来向各位报告，希望大家要珍惜。我们生命是千变万化，万物成住异昧啊，世间虚幻无常，这是人世间的真相。你贪求就会自寻痛苦，心性会吐真染污，6道轮回难以停止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谨记在心，赶紧念佛，赶紧念佛。希望祝福大家念佛成佛，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